个敞开平台知音的朋友，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苏州电视市场周一六特别节目《十三郎的平台》。那么今朝呢，再另外请来这个嘉宾于贤良来做客，贤良欢迎。你好，观众朋友大家好。非常荣幸啊，作为你这个十三郎的平台的嘉宾，带大家一道来欣赏你平台当中的美食节目。咁么哈，就带来进入今朝的节目。贤良，我帮你合作也蛮多年数咋啦？对。哎呀，12年呀。十来年的。10来年噻。对。但是我觉着你一直发变，帮其他合作差不多。你有啥秘诀？为啥办事能够办事搿大海个青春活力呢？难道我讲闲话讲太多？本来我是没来的。那么继续这个。推路呢？有啥秘诀？哎呀。那当然，其他心态啊、健身啊、打扮啊、爱好啊等等，我在夫妻周开。我想针对你今朝搿个节目。我讲一点就吃出来。哦，啥个就吃？那你比如讲吃么子啊？吃红肉或是吃白肉？吃红肉或是吃白肉？吃4条腿的或是吃2条腿的？哦。吃2条腿的或是吃5腿的？哦。这个是有吃水里向有的。哦，水里有的，比方鱼啊、花了啥的。一定要吃肉的时候，尽量是吃鱼肉。吃鱼肉，先两年讲在鱼肉。你苏州最有名的搿个店鱼是啥？松翅桂。你晓得你啥个来历？那个他也请教一下了。也不够大。你接来了。我晓得搿个松翅桂是哪哈来的？帮乾隆皇帝有关。搿个辰光呢，乾隆皇帝六下江南，才带你苏州来的。那么你来了广告，那么路过松花岭呢，你才进去的。进去之呢，你头就觉得在蛮牛的。那么看到工作浪向有一条鱼。搿条鱼呢，其实关于了是公鱼，公主浪向公个主品。你讲我吃鱼，我吃一条鱼。你想啥？你是搿客人了，是个宾客之上了。对。葛么总归满足这个要求了。葛么是3桌啊，再弄搿条鱼。那么弄个腿呢，做成像烂丝一样。身体呢，这个反过来切成一袋花。那么再移了，鱼里做一做了，这个做坏的，再弄翻个。搿种饭糕，煎一煎来烤，里向呢咬了一菜，酸甜可口。那么乾隆皇帝吃这个灵，搿条鱼在，搿条是啥个鱼？那说像松狮一样，搿条是松狮桂鱼。哦，松狮桂鱼真的灵，谁知他名字呀？所以往了这个话是比哈子，那那个对客人好。对，你这样点贡品，你看你半夜吃啊，啥不难吃？宾客之上嘛。对，不像现在有种店家，可是不这样吃的。哪样？店面浪向这个装修的富丽堂皇，对客人也是还是蛮客气，不晓得店压里向全部规定的必然拿3费。哦，说最低3费是少个的。说有最低3费个，他本身半夜2000块，吃满个店，吃满来半夜店来。为种也不这样吃的。4大10不许吃。唯有啥个4大最食也开瓶费。所以非常强，我跟你讲，非常强在啥个地步？跟你体育团办有基础。那么有个女同志呢，刚刚了到个3人哺乳期。跟到旁边哇3头哭嘛，离开做身体去运动，搿也正常的。对。不晓得你运动辰光上来个服务员呀？服务员呢？一个女服务员对说：“那位女士，对不起，您不能在这边喂奶。”那我遇到那不需啊，因为3人哺乳期很正常哦。对不起，您可以喂奶，但是您这个属于外带饮料要开瓶费的。哪个地方？3人遇到吃啥也开瓶费。哦，这样的这个。所以爱吃不忘点苦，那为一种了4大10不得食奶，不爱吃。那么奶与蛋是搿个正常就有单差。过日天隔壁一只单身菜特别浓。还是搿个规定，你到自家倒个饮料，2瓶饮料，2瓶可乐泡，打开正要吃，服务员上来讲，先生，你们这个是自带饮料，不能吃的，不爱吃啊。自带饮料不能吃，对的，搿2个朋友结棍的，那好，老张，那。我搿瓶饮料你吃，那搿瓶饮料我吃。别人讲，我不是自带的，不是自带，是别人带的。我是别人带的，我是他的饮料。你那个条款里没有写，你只写自带饮料不得入内。你没有写他的饮料我不能吃。拜托你看到了不有了，爱做人不忘点苦。那么先两该说那个还谢呢，我最近那是新浪看大个，你讲国家最新规定着，吃些
霸王点看，其中有一台侪是去些餐厅的最低消费。对，拿下来没最低消费噻。对，还是海鲜。你这个一个别来人讲消费，第二个产生不必要的浪费，是不是？对。所以讲，你刚刚前头讲的是过去的低价，像搿个松鼠桂鱼，你这个对客人喝，反而形成自家一道招牌菜。是个。但是南非讲，皇帝，那当然你到中国里不晓得你是皇帝，但是还有个地方，搿个皇帝去买么子会得当回票。哦，皇帝买么子会得当回票？就是会得不卖不了你。不可能吧？但是不是让你收税。哦，辣啥地方呀？还是乾隆皇帝下江头。哦。那么当时有个上海人不了，上海搿辰光是个小渔村。对。上海归啥地方过呢？归松江。松江府。所以乾隆皇帝到松江府到一个街头里叫水鸭街。你去吃一种。啥个鱼呀？龙。龙嘛蛮普通的。不是普通的龙，叫四色龙。啥叫四色呀？4只色的。哦，4只色的啦。一般只有2个色了。你有4只色。哦，搿带奇怪在。所以个皇帝分明也想吃个四色龙，结果当回票卖不着。哦哟，搿哪能卖不着？人家搿个鱼农不卖不离。搿带蛮稀奇古怪。你看皇帝想吃个么子，居然吃不着。搿个书里向不知呢。书里向有搿的。是龙书啊。太跟起来来听一听看。大家来听一听，看一看。松江府有一顶叫水鸭桥发球，平北沙北46人杀去，这顶桥有情分明，为啥叫酒后里向吹扬天下名菜叫四色龙？乾隆皇帝了慕名而来，第一次我讲头皇帝是41岁，他几年子追得清。16岁，到松江府吃四色龙，就少破一个空。为啥？天气热，厅里向四色龙做不到。第二天一早，到水鸭桥，处处毛日风，口口牙尖，毫无风谁人吹高气爽。脚底下停好一只小小叫个盲人，路一旁推开，走出来一个盲姥姥，瞌睡、吐痰、打跳板、上岸上桥，打乾隆皇帝当一个着迷，皇帝一看，欧斗身材，古铜颜色皮肤，满脸追问，50多岁，三样手手。对于朗向走里，身朗向毛来布斗塞裤子，脚朗向擦脚，磨金草，水里向找一只来，来里向头上抽好，水草盖好，鱼跳不掉鱼，我不是跳乌鱼的是张张亮，湿淋淋。我说，鱼长，各位看看还有啥事情？你这个鱼是什么鱼？这个你松江特产四色龙，在往里向底下你对我讲，现在没了，技巧来得早，死鱼市场上下鱼，鱼长，这个鱼我要了，看过啊，不嘛个，大概现在做不上。比较少，不以稀为贵，搞得要带得这个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律。局长，不管你多少文银一条，我要了，不还价。大哥，不嘛个不应该已经听得起，把他听对后，不他不能搞抢，一个人讲道理啊。一共是8条，咱们远道而来，能不能卖给这一条，让我尝尝？皇帝谁是谁的？把那牛上两马一条不我你可拿？发马，可不马不那一条，我性命送他半条。马一条他性命不出心，此话真假？每年有很多老年人因白内障而失明。视力减退、模糊、重影、黑影、眩光，都是白内障的症状。
白内障看不清，沙普艾斯滴眼睛。白内障是首位致盲原因，早发现早治疗。沙普艾斯预防治疗白内障，治白内障选对药，选好药，选沙普艾斯，要坚持滴哦。好视力，好生活，沙普艾斯。知蜂堂活性蜂王浆，全程冷冻，活性好，是公认的长寿因子，适合易疲劳者服用。知蜂堂蜂王浆，早晚各一杯，白天精神好，晚上睡得香。2014知蜂堂春季改善睡眠养生计划已全面启动，即日起，凡有意改善睡眠质量的市民朋友，至苏州知蜂堂各门店，即可参加免费体验活动。活动详询6777-9500-6531-8586。节能环保，家用电器不要让它长时间处于待机状态。像一般家庭所用的设备待机能耗加在一起，相当于常开一支30至50瓦的长明灯。虽然音乐恢复有机，自家的免疫功能，那么我推荐中国知名商品中科灵芝孢子油。对放疗、化疗后的患者，中科灵芝孢子油能提高患者免疫功能，减轻患者体质虚弱、疲乏无力、食欲下降等状况。在4月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期间，团购中科灵芝孢子粉、中科艾特仅需6折，团购中科灵芝孢子油仅需6.6折。现在就拨打65160709。你还觉得啥人顶得起都来队？皇帝一听谁中国来的，中国不够的话，只有不支付，那让老百姓眼睛不离军都来的，是谁顶走？你还觉得啥人不得了？你宋江负债再重，支付的人人让之人支付个工资呀，少了要人厂人工资顶得起。这个人工资不大讲道理，现在天气热，给个5、4年我个种子贵重做不到，你热早快让我做，所以压力想怕人对我讲，今朝一早不帮你送得起。要我咋手上人疼我一家门5个人才靠咋手工业家，没办法，我得2个儿子，吃半要天苦头，上回世家门洞里抢出来这样不掉，抢得眼睛啊红，吃呀真胖他喉咙啊窝头，一早帮上了要送得起，客户啊不是不帮忙的，没办法，上了你也请我吃苦头，对那个绕下趟来风2天，马不来吃。哎呀，真的想不着。皇帝搿上一个主干部长的地位，连吃点鱼也吃不着是吧？是的呀。不过呢，虽然7分吃着，但是搿点鱼带不离出名字。四山龙。哎，所以样样么子呢，你反光现在也请名人来做广告，做形象代言人，因为你搿样么子本来呢没名气，因为名人一接触，名气随之出来了。而且呢，再多的侪是嘛乾隆皇帝身上。乾隆皇帝落水蛋讲头的嘛，不是来一次一样么子出名，来一次吃啥么子？你看位于那前头来讲宋楚官，可是位于了，为啥呀？为一只菜，还是皇帝想去吃，结果人家饭店全毛光子，夯不啷当全部全毛光。啥个菜？但是讲随便啥个帮我吃点吧，结果你到饭店里呢，只有饭鱼。就是锅巴。正方人叫锅巴，你手中叫饭鱼，点特子。那么想是一个不里吃点肉啊，去眼睛饭鱼菜出来。那么弄点冰白汁，吃上下来个零零散散，搿面汤，搿面水，搿面汁，并了一道，弄个啥饭鱼捏一捏。那么再后弄个点汁，冲淡上去。接上去的辰光啊，搿还听了。接上。因为饭是汤的，一个。对个。搿点汤了，汁接上去，巴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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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会得做开来。那个为生命，再加上你饭是菜个，搿点汁鲜美无比，乾隆皇帝哈哈大笑，一句闲话称可以而出。啥个闲话呀？真乃天下第一菜也！你想饭是锅巴变成讲天下第一菜。刚刚那个哈啦哈啦，我觉着还起个名字叫平地一声雷。对，有个地方有这样讲，平地一声春来响。有个大解法。你讲到搿搭的，你晓得你苏州徽菜得名人得高了。为啥个菜？盛产了龙，你还晓得为啥搿大有名？因为呢，搿个2样物事跟美味
心智来在人，当官不当，弃官为家乡也吃个两样。这个名人呢，就是西晋的文学家张翰，搿只帝国界神路之师。对，你讲的呢，才是帝王一级的，出名的。是个。但是呢，位于老百姓当中最低层的卖么子，还会得卖出名。哦，啥个呀？武大郎。武大郎。卖啥个子？卖炊饼。大饼。对个。卖饼还会得出名。是的。所以讲，样样有么子呢，你一定要专业。我现在出去吃么子了，往往侪是要冲品牌的，是那个饭店里向上肥汤特别好，或者那个饭店松鼠桂鱼特别好，因为得赶得去，再怕是平平凡凡没得点。你晓得我最非吃是啥个么子？啥么子呀？最没得点的。啥个？你想不那个？不是啥个饭店啊，不是啥个最低，后厨浪向的么子。中国人没饭店里吃个新鲜。难怪我跟你讲，后厨浪向有一部水台车的。水台车里向上头堆满个么子。哦，你讲做三吃么子？这个三吃么子，我可以当一副单例。啥个单例呀？是上里下里，我来读给你听啊。好的。上一例讲啤酒饮料八宝粥，下一例花生瓜子矿泉水。黄啤啥呢？黄啤酒对着。黄啤酒。让一让，让一让，这那个是后厨浪向个特点，你这个怎么是有啥吃对呢？对，所以呢，做么子一定要有特色，但是呢，有种人拎不清，那武大郎再有混子对着，那是毛菜饼啊，毛大饼还是蛮有气，对，但是呢，有时呢，你混对着，因为潘经理漂亮，你想让你日脚过得更加舒服，就说你要生意做大。多种经营不是单单卖大饼子，我也卖服装，我也卖电器了。哦哟，这个你做啥啊？那个女一位输的，不知看你哪卖法子啊？来看一看。卖大饼的、吃大饼的，你也卖服装、卖电器，来看一看。区武大郎，与地小民房，现在大饼发卖我开支店。才女美人，好金吒，金吒得罪你好兄弟，你是当户渔家真风光，狮子桥边来相会，你弟兄旁着喜洋洋那个喜洋洋，我个好兄弟呀，哥哥啊，你快点跟好哥围住去呀，兄长提，扶送金吒个性啊，3年封口见阿哥金吒帮头，而在阿哥身上一毛没挨脱了。离开的辰光，阿哥身上全面啊，铺夹口，现在一看皮夹克的喇叭裤，你哪行道理讲？兄长，3年未见，金黄好不了。我个好兄弟呀，这阿哥现在不卖大饼，开支店发展在这呀。你看喏，四大高廊下，你用灯顶亮，这把顶大的，就是这阿哥一般公司呀。武松一看么果然。自然讲，本当是朗朗清清，现在闹忙得不得了。打过来一忙嘛啊，不让开都让，就像阿个屋里边了样。本当是一家天恶啊，他们现在拆脱东门大张望，上头这把大浪公司，下头两边玻璃市场，给你市场里买的家用电器、电视机、洗衣机为电冰箱。搿面市场里向看说声音侪是4季的服装，达到地上搿一看，搿面营养素肉、可牛奶、咖啡，外面老式的巨台里向堆满了嘴巴，美好一盘店开得不伦不类。这个姜太公的手机师傅样，达正经理是一看牛做的一个嘴势，拉开袋子插得上梁，到底那行一桩事体叫兄长啊！这做什么？不啥玩，这话姑晓得你好兄弟今朝回转来噻，刚才我打了一只电话，打到狮子里，我刚刚当我送得来一桌，我当你兄弟两家的聚玩。等几位要请个部白卡来了，我个高祖母啊，你当出来一道看呀！来了啊，大郎，做什么啦？你看看，我好兄弟回转来噻，好兄弟，那个谁人都大手啊！我也是手掌，扶松蛮开心。大洋里来一看没挨得着，这看见手麻登得了，扎子蝙蝠这个羊毛衫了。那行道理，
啊，嫂嫂，我儿有礼也了。哟，看见你第一趟看见武松呀，哎呦，想不得下属是俺英俊噶，哎呀，我身西装，大副太阳眼睛，这个会过节哇。哎，总经理呀，李什么呢？生气在，可是我这里郎才女貌，肩肌上手，蹦擦蹦擦，天天胡子一起来。看看男人，越看越上去。这个门在开始家里做太监哟，朝到外头去，别把他眼睛门的。你的眼睛相当一步嘛。哟，原来是叔叔。您好。你说一下这个啥个派对着？我不怕的。都是我的娘，都是我的呀。我又看见你是跟我英俊，一面金嘴，一面鸡菜，叔叔听呐。嫂听。啊，叔叔。是。想我家大郎做了你的光脸呀。哦。你是大红英勇，我家大郎是今做了大红英勇亚伟的副主任脸呀。怎么着？阿公是当侯亚伟的副主任啊。哥哥吧，预计是么？预告是个呀，不过你还兄弟晓得不？怎么个非是老虎老熊都当不上一张个呀？看那个把头走那个光。现在我做这个副主任，一副要上班，一副要去报道，这样进了老屋的，这样我所以怎么个开心啥子？开心啥子？开心啥子呀？我所以想不得了，该到杨国有的不准之风的还结棍了，闻不到。阿公那行比他个人，兄长，如何不门小兵开了第一了？大兄弟呀，3年分开间，我天翻地覆都两样，今朝得来刚刚的拍台。好哇！谁做之人比海洋？在岗上，我大郎是立女身高运气好，因坤都大山里的大郎啊，大郎，这莫是一个隐士，对你真有理，自然让你披心气象，想法的不能够爱默默，马小兵马不出啥都名堂。还是口针风向打那第一个枪，所以我身材握一握，跟门面张一张，一面马地气，一面马服装。今阳刚名嘴，心只有几十磅。在我一插蓝纹龙脊。加一本饭里上一行，3个月银子30万不了，我个大郎公司名气响得哗啦啦，你看我身上他兄弟呀都亮呀。现在芝麻故事吃的杨国有里向第一个饭友呀！什么的？阿公比较哎，这个是谁俩？原来水浒浪向没个嘛？没个，水浒受了，哪怕你14个水浒里向，本来分天高改，这个叫穿越。对类型的。对。穿越剧。所以讲呢，不管你是穿越的，还是本来原著浪向有，还是500个，总之一句闲话呢，开店做生意，特别是餐饮浪向，一定要有特色。
一定要有这帮个菜。有特色才有生命力。哎，我会都赶过来吃那个只菜，那个是第一。那么我赶过来之后呢，第二要服务态度好。对。不是和气生财。有道理。或者讲服务态度好子，人家会得办事规则，一来就想得那个打。对个。那你想，我现在从山上下翻，态度蛮好个。那我再欢喜吃一样物事，前头讲到武大郎是卖大饼个，对。但是我再欢喜吃个，那随便呢想不得。你再欢喜吃个嘛？拌鱼。不对。鱼翅。你不是讲是像鱼个嘛？水里鱼个了，水里鱼个呢，我是建议大家这样吃，但是我真正再欢喜吃个是韭菜饼。哎。搿不是正餐，搿是点心了。点心了哇。我呢出去那个，譬如讲来叫我店，我先想着就是韭菜。那么就单位门口这个龙塘口啊，有一个北方来个很憨厚一对夫妻，做韭菜饼的，喷喷香，一直要排队的。所以我习惯着，我这个车子开到搿面呢，因为龙塘口啦比较刚好不下来着，我就让他落单工，车窗摇下来，车子停也不熄火的，我就带正搿个老板一只这头盐。一只饼盐就是一只饼。哎，对。今朝我呢肚皮饿了海，胃口嗨了，我是对是两只这头盐。一两只饼。你都晓得两只饼拿过来的。不晓得我搿个几年已经习惯着。不晓得搿个一天开过呀，不来海着。哪会得？门再出来也不来海。我觉得有点奇怪，一打听这个呢，你走起歇日歇至4日天，等到第5日的我边边车子开过一看哟。也来海着，但是呢，我当时到惠州去，不做生意的了，所以搿日天早上我是吃板子，我吃得蛮板子嘛，别吃韭菜饼的，所以我呢，路过辰光分定下来，就车窗摇下来，大家老板睡爷爷睡扎开始忙着，结果我到办公室里电脑打开，刚刚坐下来，一看说晚饭吃，接着就看见这个板后，导致个老板当，奔进来这个，啥气啊？我讲对，哎呦，袁先生，那你好，咦，我讲对行哦，是啊，那给你，我讲啥么子？你一张马甲袋，牙齿铺打开了一口5只韭菜饼，我讲你干嘛？哎呀，袁先生，不是你要5个韭菜饼吧？我看我上午刚要5只韭菜饼，你刚刚车窗摇下来，对我手痒，5个指头摇一下呢，我以为你要5个韭菜饼。你让你胃口嗨了还？我这里打3口，我这里有只狗，你到时候要5只韭菜饼，所以那种是态度好。我说一直记来的。对，人家讲起来马上不是马熟嘛。你几日天不看见我，还签几里，还要当天到罗达去的，那种生意做得好的，对，一回一句。有回来看着嘛个。那么还有一种店家呢，随时不灵，我从今晚又不会得再打个饭店。这场出去监狱，一家门出去监狱呢，风景好，这个楼里房翻了，辰光挨着，等到想着吃中饭一看，哎呦不灵，2点多是，2点多没一进去嘛，去吃饭吧，大家弄搞了，我老板吃饭，哎呦辰光挨着啊，不在2点多的话不菜着，我看随便烧，要不一只菜分一个，你想是一想，这样吧，跟爷们来着，韭菜炒鸡蛋，咦，真中小，来得真好啊，我是最欢喜吃韭菜啊，对啊。韭菜我讲炒鸡蛋，可是你所有个男的，我相信电视机啦、门前看节目的听众，男的才特别欢喜吃。我饭个了，下饭都不得了，根本没好。一只韭菜炒鸡蛋，递下去，一些功夫上来，耶，我那一看拌来拌去，只有韭菜，没鸡蛋。奇怪着，弄错他着。我飞去锅里先吃把豆皮实在，我韭菜嘛在想，那1块5斤起来，10袋猪玻璃。有不对？哪有不对？待而不语。哎呀妈，这放椅子，那么我后着。老板，你过来，那哪能讲呢？你要骗人我，有啥地方骗人讲？你刚讲韭菜炒鸡蛋，是个，鸡蛋呢？鸡蛋搿个别去说你，你那盐豆腐包1粒个，我还才拿吃法子讲，你骗人我嘞？今朝个同地发售了，哎呀，老板。那这个还说着话，我哪还说，那分片呢哇？那为分片呢？我全部得来讲得清清爽爽的哇！你上我等我讲清爽，你不是讲韭菜炒鸡蛋吗？是个呀，因为我鸡蛋不值，鸡蛋不值，而且我盐也不值。所以我搿只菜叫
韭菜炒鸡蛋。龙子半日不是韭菜炒鸡蛋，韭菜炒鸡蛋。哎，不一个是蛋是蛋的不得了，这叫韭菜炒鸡蛋。我以为山东的讲，山东地没出来。哦，这是我一种菜，你来吃不吃嘛？你吃不吃？说讲明白了，讲非上硬仗付的一饼。哎，那是讲不是，哎，搿场饭为了讲搿个差别，影响信誉。所以同样两个，一般是有点讲我从今晚复还在去。同样搿边这样热人，哪怕5只饼弄错脱着，我同地会得加倍付。是不是？做生意也讲究一个信誉，叫和气生财。哎，你讲得有道理，喏，讲得和气生财的。你下来搿只节目呢，搭和气生财有关。是属乎108这样当中的10岁。哎，你聪明着。拼命三郎。哎。你翻看看你本事啥样的哇？你让屋里向本来但是卖肉的，那么我跟你讲，肉搿样么子。我前头讲过个，再还没吃素里个么子，讲么实际上讲了，但是你绝大部分个男人侪欢喜吃肉个。吃肉了，哎，你苏州人就喊吃了。苏州人有句闲话个，叫走遍天下娘哈，吃遍天下肉啊。但是你不讲你营养价值，不讲你对身体上个三钴、钴、血啊、钴脂肪，看为是肉，再好吃。所以古代辰光你叫。大碗喝酒，大口吃肉，有道理。你不讲大口吃鱼的，是个。而且你说不定呢，各个季节各种肉的散法也不一样。春天讲啥个酱猪肉、鸭蛋肉，热天讲后发还是后发的。对。那么冬天讲是姜发菜。所以呢，10岁你就是晓得搿个几种个道理。大部分人侪欢喜吃肉的，所以其他生意不做，我专门卖肉。专业侪是嗨，是吧？鸡蛋卖肉，我讲你个服务态度特别好。特别好的哪哈呢？那大家来看一看，才晓得着。10岁的人又好，今朝开肉店，某人的老百姓谁来嘛？我夸张过头，但是。从半步到人搿条行李箱挤满，杀个鸡爪子根本来不及买。2个年纪大个老妈妈、老伯伯吃上15个金子，临时开荤。哇！眼睛看不清，以为是老花眼，后来越来越差，视力减退、模糊、重影、黑影、眩光，都是白内障的症状。沙普艾斯预防治疗白内障。药物直达病灶会有点疼，要坚持滴哦。奶奶好厉害哦！治白内障，选对药，选好药，选沙普艾斯。好视力，好生活。沙普艾斯。知蜂堂崇尚中国养生传统，追求蜜蜂产品对人类健康的补益效果。知蜂堂蜂胶、蜂蜜、鲜王浆、花粉，健康补益。蜜蜂之道，自然之道。知蜂堂健康补益之道。知蜂堂蜂胶普诺宁斯胶囊，调节血糖，调节血脂，免疫调节，强身强免疫，加强机体抵抗力，免疫提高保健康。知蜂堂蜂胶用质量铸就品牌，以功效赢得信誉。我要买肉哎，上老山，10岁棒地山，再叫你老三个，2斤金肉，长个不来，我还可以摊板。没得，我不要2斤半装肉，屋里向侪是老婆队，金肉不给你都打个，我买1斤半，金个装个香香，没得，我叫得买7两，那买7两一个就，老弟子买肉是以马靠为主，现在买肉是以宰肉朋友为主。搿俩就才洗了一个根本上的变化了。说个7两，我小辰光嘛，3两肉嘛经常去买，更加稀奇不真。现在不来个，你都在这里还不吃。10岁有本事个，7两就7两，1斤半就1斤半，斧头拍。一斧头下去，砸狗浪砸了，称过一节，称度一拉1斤半，放吃放落来，分他便宜后，让人先看一看，留下来高1块3两左右。新开的大方盘，
那是大狗头，一副的武器怕一领，程度一拉，技巧真好。上帝年纪个人，包括我在内，手最马肉，你才口见。厂门大山镇，我是让厂门一斤马肉。什么像落鸽子，再下去个么子热地高地了，这个帮一个午饭吃不上。不要怕，一刀一斧的武器解决问题，基本功得高。现在这种基本功而已，举世于为实，年纪才要73才我子。上半年我礼拜日休息去买一块肉嘛，真吃出气来的来讲。他们我现在是个我位子了，态度蛮好。一口一个朋友们，年纪也轻了，为上几根线走手。心里想是吃我们吃西瓜子嘛，弄不清爽。我说老师傅啊，今朝我礼拜日，屋里向夫妻2个人，还可以摊班。我呢，我讲啰嗦了，说明情况了。其实我觉得买1斤肉。老头子啊，80年代还吃1斤肉啊？我说我们几十年代还吃1斤肉呢？那么那个意思呢？再起来口，多一点少一点，不一定啊。随便呢，多点也不爱，少点也不要紧。少点我们要好嘛，可以把妇女提起来还。只要猪肉不再个我人肉，我们哪吃得些？我怎么来讲？那再起来口，再起来口啊！可小伙子吃不得没了，拿一副的武器一称，我说几何分量？喂好了，7斤半。哎呀！你看那个小厨距离才有这样子。蓝发3牛3两就3两，7两就7两，还有个生意兴隆好哦，洋用开心。那么马靠呢，比方说毛2斤肉，那牛头去牛不里3两，老周就面孔才是厚颜悦色。你看马青菜嘛，马3斤临时追，再捏一口啊，3斤啊马怎么一口一少，奇迹不少。那个是人的心理状态的反应，是不是无形？一个把月份无形，说他们一个点肉了，还没哈个上相当上，这块肉是自身浪向，顶屋里个部位，啥地方那个浪向，拿破肉，到3段肉了，是一代弟兄，不到传名呼吸，没眼顶对，这个把去3个弟弟上去去一年没有声音。自贡，在那个用海绵做，捏上去水逼特，水一松，嘚吧嗒弹出来，再在鼻浪向一口嘛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一粒粒个蓝珠山一共7粒，每一粒浪向嘣一部毛，我买7部50，到平达方面。那么口见这2块肉嘛，你难吃这些，一口子让够啊！2块豆米肉啦，跟我难吃得进。2只肉是贵吃过，这句话我一讲，把它边浪向一个马靠听见。哟，块肉口是难口的，这一粒那个蓝珠才像手布似的，怎么能打蓝色少量？打你第1块。第2嘛是把人搞新开的，到时候说起来，那胡同好来吧，出啥个矛盾呢？那个人这样做难口了，没得办法吧？来去试试看呢，试试看啊！3说，10岁长子一辈，昨天的蜗牛须，神雄俊阳。那2块肉啦。谁不吃我去了，我有点困难。那上头一粒那个蓝珠山2、3粒啦，这个我们开始个我能成不要紧啊。那么个挑布里一人来嘛，个我难吃这些，我这破挑布里吃走进黄肚里再生出来了，我们在吃这些。那么3说难看2个问题难解决，啥是一张面孔长得羞红。啥子？苏主任派的老口一说，神兄，对不起，背上与你，怕领块菜肉，拿一副的武器，30的3斤肉我。
各种用口上下午是羞羞红，上头为热气，真正叫热气肉了。腹里放脱，后一抬，肉一放，掰一掰，撕扯一扎，黑上圣兄，生人不要背上神色，拿手了。这一讲，晓得，啪，洒水泼过来。各朋友那边可能眼光蛮好，过来吧嗒，嘿嘿，瞧见了。一个礼啊，费么难服务性，所以那个块肉个分量了，别跟老对这个分量我要松了。哎呀，我夸，这样说啊，那边的也发个，那种做生意嘛规规矩矩，我的还去讲。个马考我要领得来，那门子我要干了。哎，那个朋友口气嘞，可能2块走啊，哎，1块了就是不能去么那坏特里走啊。我那说起了，那想唱外夸，我坏特那打走起，懂么不懂个确实。一来对什么个特人活个样，大固定，做里要搞用的，三个像焖肉米个焖肉一样的。那么你讲快了，就算是鬼吃个样，关来说起来，我说鬼的，能这位啊？哎呦，后来先生比真个精彩个是吧？你看呢？哎，实际平凡、实际普通的事体，随时让卖肉，实际是一桩事体，会得赢得哈哈大笑，变得实际个精彩，什么3分？对呀，大家讲起来从搿只故事里向，大家可以体验出来。做随便啥个生意，只要周正去做，还能够成功。哎，前2年晓得，搿大么啥水卖肉的，离现在啊研究生回来卖肉，哎，大毕业卖肉是个。哎，是个呀，大毕业，那么你觉得寻工作难寻，那么你说叫开肉店吧，人家有个预算了，那么开菜场100万肉店，营养啊。也参与的嘞，不得了，成功啊！成功个富翁者，哎，是个样，非常成功。所以行行出状元啊！哎，这也专业水海了。对了，那么这期节目要到大家再会着，是吧？是个，辰光差不多了。搿只玩意，那么今朝节目就到这，下礼拜同一辰光你继续连。搿只玩意，再会。再会。苏州电视书场即将录制黄磊访谈、活包公江永春及苏州评弹团盛小云、吴伟东等演出的中篇弹词《秀神》。为回报广大书迷朋友，特发放现场观幕票，欢迎观众朋友现场亲身感受。演出时间分别为4月15号和16号下午1点半，4月14号下午1点半开始领票，地点天威巷广电总台收发室，每人凭本人身份证现领1张，领完为止。这个敞开平台指引个朋友，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苏州电视市场周一6特别节目《14浪》的平台。那么今朝呢，再来你会请来这个嘉宾于先亮来做客，先亮欢迎。你好，观众朋友大家好。非常荣幸啊，作为这个14浪个平台的嘉宾，带大家一道来欣赏你平台当中的美食节目。哎，咁么继续来进入今朝个节目。先亮，我帮你合作也蛮多年数在啦，对。哎呀，12年呀，10来年的。10来年在。对。但是我觉着你一直不变，帮第一趟合作差不多。那一上没叫为啥办事，能够办事搿大海个青春活力呢？难道我讲个闲话讲脱是伐？本来不是没来个。那么继续实讲。退了呢，一上没叫哎。那当然其他生态啊、健身啊、打扮啊、爱好啊等等，我在夫妻周开。我想是针对你今朝搿个节目。我讲一点就吃出来。啥个就吃？那比如讲吃么子啊？吃红肉或是吃白肉？吃红肉或是吃白肉？哎，吃4条腿个或是吃2条腿个？哦。吃2条腿个或是吃5腿个？哦。这句话是有吃水里向有个。哦，水里有个，比方鱼啊、花了啥个的。一定要吃肉个时候，尽量是吃鱼肉。吃鱼肉，哎，先两年刚才鱼肉。你苏州最有名的搿个店鱼是啥？松翅桂鱼。哎，你晓得你啥个来历？那个他也请教一下了。也不够大。你接来了。我晓得搿个松翅桂鱼是哪哈来的？帮乾隆皇帝有关。搿个辰光呢，乾隆皇帝6下江南，对，再带你苏州来的。那么你来了广告，那么路过松鹤岭呢，你在进去子。进去子呢，你头就觉得在蛮
那么看到公桌浪向有一点鱼，搿点鱼呢其实关于了是公桌浪向公的主品。你讲我吃一点鱼，这里向啥里是搿客人了，是吧？宾客之上了。对。葛么总归满足这个要求了，葛么是三桌啊，再弄搿点鱼。那么侬个腿呢，做成像烂丝一样，身体呢，这个翻过来切成一袋花，那么再移了，有里做一做了，这个做坏的，再弄翻个搿种翻个，煎一煎来烤，那么里向呢外头菜收甜可口。那么乾隆皇帝吃这个零，搿点鱼再搿点是啥个鱼？那说成像松子一样，搿点是松子桂鱼，哦，松子桂鱼真个灵，就是这名字呀。所以王老师个王是比汉子，那搿个对客人喊。啊对，你这样点贡品，你看你背也吃啊，三不难吃。宾客之上嘛。对，不是像现在有种店家，搿是不良腔子。哪样？别名浪向这个张水的富丽堂皇，对客人也是还是蛮客气，不晓得店压里向全部规定的必然拿3费。哦，说最低3费都少个的。说有最低3费个，他本身背要2000块，吃满个店，吃满来背店来。为做也不良腔个，4大食物不许吃。唯有说个4大最食也开瓶费。所以不然讲，我跟你讲，不然讲在啥个地步？跟你听有一趟朋友骑车，那么有个女同志呢，刚刚了到个3人哺乳期，跟到旁边哇3头哭嘛，离开做身体去遇闹，搿个正常的。对。不晓得遇闹辰光上来个服务员呀，服务员呢？一个女服务员对说：“哎，那位女士，对不起，您不能在这边喂奶。”那我遇闹那不需啊，因为3人哺乳期很正常哦。对不起，您可以喂奶，但是您这个属于外带饮料要开瓶费的。哪个地方？3人遇闹介绍也开瓶费。哦，这样的这个。所以爱子不忘点苦，那为一种了4大食物不得食奶，不爱吃。那么奶与蛋是搿个正常就有单差。过日天隔壁只单身菜都不要弄。还是搿个规定，你到自家倒个饮料，2瓶饮料，2瓶可乐泡，打开正要吃，服务员上来讲，先生，你们这个是自带饮料，不能吃的，不爱吃啊。哦，自带饮料不能吃，对的，搿2个朋友结棍的，那好，老张，那。我搿瓶饮料来吃，那搿瓶饮料我吃。别我不是自带，不是自带，是别人带的。我是别人带的，我是他的饮料。你那个条款里没有写，你只写自带饮料不得入内。你没有写他的饮料我不能吃。拜托了，他的了不要了，爱做人不忘点苦。那么先两该说那个还写呢，我最近那是新浪看大个，你讲国家最新规定着吃些不忘点苦，其中有一点就是吃些。餐厅的最低3费，对，拿下来没最低3费对，还是还3费。你是讲一个必然人讲3费，第二个产生不必要的浪费，是不是？对。所以讲，你刚刚前头讲的是吧？过去个店家像搿个松鼠桂鱼，你是讲对客人喝，反而形成自家一道招牌菜。是个。但是你非讲，皇帝，那当然你到生活里不晓得你是皇帝，但是还有个地方，搿个皇帝去买物事会得当回票。哦，皇帝买么子会当回票？居然会得不卖不了你？不可能吧？但是不是让你收罪？哦，辣啥地方呀？还是乾隆皇帝下江头。哦。那么当时有一个上海是没了，上海搿辰光是个小渔村。对。上海归啥地方管呢？归松江。松江府。所以乾隆皇帝在松江府带一个街头的叫水鸭街。你去吃一种。啥个鱼呀？龙。龙么蛮普通的。不是普通的龙，叫四山龙。啥叫四山呀？4只脚山的了。哦，4只脚山的啦。一般只有2个山了。你有4只山。哦，搿带奇怪在。所以个皇帝分明也想吃个4山龙，结果当回票买不着。哦哟，搿哪能买不着？人家搿个鱼农不买不离。搿带蛮稀奇古怪。你看皇帝想吃个物事，居然吃不着。搿个书里向不知呢。书里向有搿的。是龙书啊。太跟起来来听一听看。大家来听一听，看一看。松江府有一顶叫水鸭桥发球，080-40人杀去。搿顶桥有情分明，为啥叫酒壶里向出扬天下名菜，叫4山龙？
乾隆皇帝呢慕名而来。第一次我讲头，皇帝是41岁，大几年子追得清16岁。到松江府74岁龙，就少破一个空，为啥？天气热。待机状态，像一般家庭所用的设备待机能耗加在一起，相当于常开一支30至50瓦的长明灯。虽然音乐恢复有机，自家的免疫功能，那么我推荐中国知名商品中科灵芝孢子油。对放疗、化疗后的患者，中科灵芝孢子油能提高患者免疫功能，减轻患者体质虚弱、疲乏无力、食欲下降等状况。在4月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期间，团购中科灵芝孢子粉、中科艾特仅需6折，团购中科灵芝孢子油仅需6.6折。现在就拨打65160709。你还觉得啥人顶得起都来对？皇帝一听谁中国来的，中国不够的话，只有不支付，让老百姓眼睛不离军都来的。是谁定走？你还觉得啥人不得了？你松江府再动，支付的人人上之人支付个工资呀，少了要人厂人工资顶得起。这个人工资不大讲道理，现在天气热，给个5、4人我个种子贵重做不到。你热早快让我做，所以压力想怕人对我讲，今朝一早不帮你送得起。要我咋手上人疼我一看门5个人才靠咋手工业家，没办法，我得2个儿子，却不要提口头，上回世家门洞里抢出来这样不的，抢得眼睛啊红，水啊真怕他喉咙啊捂的。一早帮上了要送得起，客户啊不是我帮忙的，没办法，上了你要请我接口头，对那个绕下趟来风2天，马不来接。哎呀，真的想不着。皇帝搿上一个主干部长的地位，连吃点鱼也吃不着是吧？是的呀。不过呢，虽然吃不分吃着，但是搿点鱼带不离出名字。四山龙。哎，所以样样么子呢？那反光现在也请名人来做广告，做形象代言人，因为你搿样么子本来呢没名气，因为名人一接触，名气随之出来了。而且呢，再多的侪是嘛乾隆皇帝身上。乾隆皇帝落水蛋讲头的嘛，或者来一次一样么子出名，来一次吃个啥么子？你看位于那前头来讲宋楚官，可是位于了，为啥呀？为一只菜。还是皇帝想去吃，结果人家饭店全毛光子，夯不啷当全部全毛光。啥个菜？但是讲随便啥个帮我吃点吧。结果你到饭店里呢，只有饭鱼。就是锅巴。东方人叫锅巴，你手中叫饭鱼，点特子。那么想是一个不里吃点肉啊？去眼睛饭鱼菜出来。那么弄点冰白子，吃上下来个零零散散，搿面汤，搿面水，搿面汁，冰了一道，弄个啥饭鱼。热一热，那么再后弄个点汁大鱼冲淡上去，接上去的辰光啊，搿还听了。接上，因为饭是汤的一个，对个，搿点汤了汁接上去，巴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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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会得做开来，外加为以生热，再加上头饭是菜个，搿点汁。鲜美无比，乾隆皇帝哈哈大笑，一句闲话称可以而出。啥个闲话呀？真乃天下第一菜也！你想饭是锅巴变成讲天下第一菜。刚刚那个哈啦哈啦，我觉得还起个名字叫平地一声雷。对，有个地方有这样讲，平地一声春来响。有个样解法。你讲在搿搭的，哪些等你所在为菜得名人得高了？为啥个菜？那。盛产了龙，你还晓得为啥搿大有名？因为呢，搿个2样物事跟美味吸引住来在的人，打官不打，弃官为家乡也吃搿2样。搿个名人呢，就是西晋的文学家张翰，搿只帝国界神鹿之师。你讲的呢，就是帝王一级的，出名的。是个。但是呢，位于老百姓当中再低层的卖物事，也会得卖出名。啥个呀？武大郎，卖啥个子？卖炊饼。大饼。对个。卖饼也会得出名。是个。所以讲，样样因物事呢，你一定要专业。
我现在出去吃么子了，往往侪是要冲品牌的，是那个饭店里向上飞汤特别好，或者那个饭店松鼠桂鱼特别好，因为的赶得去，再怕是平平凡凡没得点，你晓得我最非吃是啥个么子？啥么子呀？最没得点的，啥个？你想不到个，不是啥个饭店啊，不是啥个最低，后厨浪向的么子，哎。中国人没饭店里吃个新鲜的。难怪我跟你讲，后厨浪向有一部水台车个，水台车里向上头堆满个么子。哦，你讲做三吃么子？哎，这个三吃么子，我可以当一副单例。啥个单例呀？是上里下里，我来读给你听啊。啊，好个。上一里节啤酒饮料八宝粥，下一里花生瓜子矿泉水。黄啤啥呢？黄啤酒对着。啊。黄啤酒。让一让，让一让，所以那个是后厨浪向个特点，你这个中国是有啥吃对了？啊对，所以呢，做么子一定要有特色，但是呢，有种人拎不清，个武大郎再有混子对着，那是毛菜饼啊，毛大饼还是蛮有气，对，但是呢，有时呢，你混对着，因为潘经理漂亮，你才让你日脚过得更加舒服，就说你要生意做大。多种经营哦，不是单单卖大饼子，卖啥？我也卖服装，我也卖电器了。哦哟，这个你做上啊？那个女一位输的，不知看你哪卖法子啊？来看一看。哎，卖大饼的、吃大饼的，你也卖服装、卖电器来看一看。区区富大郎，与地小民房，现在大饼发卖我开子店。才女美人，好进展，今朝得罪你好兄弟，你是当户渔家真风光，狮子桥边来相会，你弟兄旁着喜洋洋那个喜洋洋，我个好兄弟呀，哥哥啊，你快点跟好哥围住去呀，兄长提扶送今朝高兴啊，3年封口见阿哥今朝帮头，但是在阿哥身上一毛没挨脱了。离开的辰光，阿哥身上全面哦，铺夹口，现在一看，比较看了喇叭口，你哪行道理讲？兄长，3年未见，金黄好不了。我个好兄弟呀，这阿哥现在发卖大饼，开子店发子在这呀。你看喏，至少高浪向你用灯顶亮，招牌顶大的，随是这阿哥一般公司呀。武松一看不够不如。自然搞本当是朗朗清清，现在哪忙一想，只是了我做不到。今日天一早，早睡夜觉，吃吃毛日风，口口牙尖，毫无风谁人，吹高气爽。脚底下停好一只小小叫个盲人，路一旁推开，走出来一个盲姥姥，瞌睡。头戴打跳背，上颚上脚，打乾隆皇帝当一个照面，皇帝一看，欧斗身材，古铜颜色皮肤，毛里追问，50多岁，三样手手，对于朗向走里，身朗向毛来布斗三裤子，脚朗向擦脚，磨金草，水里向找一只来里向倒上抽好。市草盖好，鱼跳不了鱼，我不是跳舞与地势张张亮，湿淋淋。我说，鱼长，各位看看还有啥事情？你这个鱼是什么鱼？这个你松冈特产四山龙。在往里向底下你对我讲，现在没了。技巧来得早，死鱼市场上下鱼。鱼长，这个鱼我要了。看过啊，不嘛个，大概现在做不上，比较少，不以稀为贵，搞得要带得个这个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律。鱼长，不管你多少分银一条。我要了，不还价。他不啊，不嘛个不人家已经听得起，绑到顶以后，不他不人家抢，一个人讲道理啊。一共是8条，咱们
远道而来，能不能卖给这一条，让我尝尝？皇帝谁是谁的？但你牛上两马一条不我不可拿。法马，可不马不来一条，我性命送他半条。马一条，你的性命不出心，此话真假？每年有很多老年人因白内障而失明，视力减退、模糊、重影、黑影、眩光，都是白内障的症状。白内障看不清，沙普艾斯滴眼睛。白内障是首位致盲原因，早发现早治疗。沙普艾斯预防治疗白内障，治白内障选对药，选好药，选沙普艾斯，要坚持滴哦。好视力，好生活，沙普艾斯。疾风堂活性蜂王浆，全程冷冻，活性好，是公认的长寿因子，适合易疲劳者服用。疾风堂蜂王浆，早晚各一杯，白天精神好，晚上睡得香。2014疾风堂春季改善睡眠养生计划已全面启动，即日起，凡有意改善睡眠质量的市民朋友，至苏州疾风堂各门店即可参加免费体验活动。活动详询6777-9500-6531-8586。节能环保，家用电器不要让它长时间处于。啥人顶得起？都来对。皇帝一听谁中国来的，中国不够的管。只有不支付，让老百姓眼睛不离镜头来的。是谁定走？那个都啥人？不得了！你宋江负债再重，支付的人人让之人支付个工资呀，少了要人偿人工资顶得起。这个人工资不大讲道理，现在天气热，给个5、4年我个种子贵重做不到。你日照快照我做，所以压力想怕人对我讲，今朝一早不帮你送得起。要侬不扎手上人疼我一家门5个人才靠扎手工业家，没办法，我得2个儿子，吃不要贴口袋，上回世家门洞里抢出来这个不掉，抢得眼睛啊红，水啊真胖他喉咙啊窝的，一早帮上了要送得起，客户啊不是我帮忙的，没办法，上来你要请我接口袋，对那个绕下趟来风2天，马不来接。哎呀，真的想不着。皇帝搿上一个主干部上个地位，连吃点鱼也吃不着是吧？是的呀。不过呢，虽然7月份吃着，但是搿点鱼带不离出名字。四山龙。哎，所以样样么子呢，那别怪现在也请名人来做广告，做形象代言人。因为你搿样么子本来呢没名气，因为名人一接触，名气随之出来了。你看，而且呢，再多的侪是嘛乾隆皇帝身上。乾隆皇帝6世代讲的对嘛？不是来一次一样么子出名，来一次吃个啥么子？你看位于那前头来讲宋楚贵，可是位于了，位于啥呀？位于啥菜？还是皇帝想去吃，结果人家饭店全冒光子，夯不啷当全部全冒光。啥个菜？但是讲随便啥个帮我吃点吧，结果你到饭店里呢，只有饭鱼。就是锅巴。北方人叫锅巴，你手中叫饭鱼，点特子。那么想是一个不里吃点肉啊，去眼睛饭鱼菜出来。那么拿点冰白子吃上下来个，零零散散，搿面汤，搿面水，搿面汁，并了一道，拿个啥饭鱼捏一捏，那么再后拿个点汁冲淡上去。接上去的辰光，我还听了。介绍。因为饭是烫的，一个。对个。搿点汤了，汁接上去，巴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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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会得炸开来。我讲为生的，再加上你饭是菜个，搿点汁鲜美无比，乾隆皇帝哈哈大笑，一句闲话称口而出。啥个闲话呀？真乃天下第一菜也！你像饭是锅巴变成讲天下第一菜。刚刚那个哈啦哈啦，我觉着还起个名字叫平地一声雷。对，有个地方有搿能介讲。平地一声春来响。有搿能介法。你讲在搿搭的，哪晓得你所在淮菜得名人得高了？为啥个菜？盛产了龙，你还晓得为啥搿大有名？因为呢，搿个2样物事个美味吸引住来在个人，打官不打，弃官为家乡也吃搿2样。搿个名人呢，就是西晋个文学家
山河，哎，搿只典故叫神鹿之诗。你讲的呢，就是帝王一级的，出名的。是个。但是呢，位于老百姓当中最低层的卖么子，还会得卖出名。哦，啥个呀？武大郎。武大郎。卖啥个子？卖炊饼。哎，大饼。哎，对个。是卖饼还会得出名。是的。所以讲，样样一么子呢，你一定要专业。我现在出去吃么子啦，往往侪是要冲品牌的，是那个饭店里向上飞汤特别嗨，或者那个饭店松鼠桂鱼特别嗨，因为得赶得去，再怕是平平凡凡没得点。你晓得我最非要吃是啥个么子？啥么子呀？最没得点的。啥个？你想不那个？不是啥个饭店啊，不是啥个最低，后厨浪向的么子。哎。中国人没饭店里吃个新鲜的。难怪我跟你讲，后厨浪向有一部水推车个。水推车里向上头堆满个么子。哦，你讲做三吃么子？哎，有个三吃么子，我可以当一副单例。啥个单例呀？是上里下里，我来读给你听啊。啊，好个。上一例讲啤酒饮料八宝粥，下一例花生瓜子矿泉水。黄啤啥呢？黄啤酒对的。啊。黄啤酒。让一让，让一让，所以那个是后厨浪向个特点，你这个中国是有啥吃对呢？对，所以呢，做么子一定要有特色，但是呢，有种人拎不清，搿武大郎再有也混子对着，你是毛菜饼嘛？毛大饼还是蛮有名气，对。但是呢，有时呢，你混对着，因为潘经理漂亮，你才让你日脚过得更加舒服，就说你要生意做大。多种经营哦，不是单单卖大饼子，上位也卖服装，还要卖电器了。哦哟，搿个你经常啊？那个女一位输的，不知看你哪卖法子啊？来看一看。哎，卖大饼的、吃大饼的，你也卖服装、卖电器，来看一看。区区武大郎，与地小民房，现在大饼发卖我开支店。才女美人，好进展，今朝得罪你好兄弟，你是当户渔家真风光，四肢脚臂来相为你弟兄帮着喜洋洋那个喜洋洋，我个好兄弟呀，哥哥啊，你快点跟好哥围住去呀，兄长提，扶送今朝高兴啊，3年封口见阿哥今朝帮头，但是在阿哥身上一毛没挨脱了。离开的辰光，阿哥身上全面啊，铺夹口，现在一看皮夹克了喇叭口，有哪行道理讲？兄长，3年未见，金黄好不了。我个好兄弟呀，做阿哥现在不卖大饼，开支店发子在这呀。你看喏，市场高浪向你用灯顶亮，招牌顶大的，就是做阿哥一般公司呀。武松一看嘛，果然。自然讲，本当是朗朗清清，现在闹忙得不得了。打过来一忙嘛，不让开都这样，就像阿个屋里边了样。本当一家天恶阿大们，现在拆脱东门大张望，上边招牌大浪公司，下地两边玻璃市场，该面市场里买的家用电器、电视机、洗衣机为电冰箱。搿面市场里向看说声音侪是4季的服装，达到地上搿一看，搿面营养熟肉、可口牛奶、咖啡，外面老式的巨台里向堆满了嘴巴，美好一盘店开得不伦不类，再个姜太公的手机师傅样，大正经理是一看牛做的一个嘴势，拉克袋子插得上梁，到底那行一桩事体讲，兄长啊！这做什么？不啥玩。这话姑晓得的好兄弟，今朝回转来噻，刚将我打了一只电话，打到市子里么，刚刚当我送得来一桌，我不当你兄弟两家头叙玩。后几位要请个部白卡来了，我个高祖母啊，你当出来一道看呀！来了啊，大郎，做什么呢？你看看，我好兄弟回转来噻，好兄弟，挨个孙都大手啊！我也是少社长，扶送蛮开心。大洋里来一看没挨得着，这看见少少摩登的了，扎子蝙蝠这个羊毛衫了，那行道理啊，少少，我后有礼一了。哟，潘经理第一趟看见扶送呀，哎
想不得下属是俺引进的。哎呀，我身西装，大夫他也年轻，这个会过节哇。哎，总经理也理什么呢？生气在，可是我这里郎才女貌，肩肌上手，蹦擦蹦擦，贴贴胡子，一直来。看看男人，越看越老气。这个门在开始家里做菜狗哟，吵吵到外头去，别把那眼睛门的。你的眼睛相当一步嘛。哟，牛来叔叔，您好。你说一下这个啥个趴的着？我不怕的。都是我的娘，都是我的呀。我有潘经理跟我引进，一面金嘴，一面鸡菜，叔叔听呐。少听。啊，叔叔。是。想我家大郎走了你的光脸呀。哦。你是大侯英勇，我家大郎是今走了大侯英勇衙门的副主任脸呀。说那个阿公是当侯衙门的副主任啊。哥哥嘛，预计是么？你告诉个呀，不过你和兄弟晓得过，怎么个非是老虎老熊都当不上一张个呀？看那个把头走那个光，现在我做这个副主任，一副要上班，一副要去报答，这样进了老虎的转我手一怎么个开心啥子？开心啥子？开心啥子呀？我有胡说也想不得了，给他杨国有的不准之风的还结棍了，闻不到。阿姑那比他个兄长，如何不美小兵开了第一了？哈兄弟呀，3月份可见，我天翻地覆都两样，今朝得来刚刚的拍台。好啊！谁做之人比海洋？在岗上，我大郎是立女身家运气好，他因困多大山里的你当我讲大郎啊，大郎，这莫一个隐士对你真有理，自然让你披心气象，想法的不能够爱默默，马小兵马不出啥都名堂。为是口争锋，放这个小渔村。对。上海归啥地方过呢？归松江。松江府。所以乾隆皇帝带松江府带一个节头的叫水鸭节。你去吃一种啥个鱼呀？龙。龙嘛蛮普通的。不是普通的龙，叫四山龙。啥叫四山呀？4只脚山的了。4只脚山的啦。一般只有2个山了。你有4只山。哦，搿带奇怪在。所以个皇帝分明也想吃个四山龙，结果单位偏骂不着。哦哟，搿不是骂不着，人家搿个渔农不骂不理。搿个带蛮稀奇古怪。你看皇帝想吃个物事，居然吃不着。搿个书里向不知哪。书里向有搿的。是书啊。太跟起来来听一听。大家来听一听，口一口。松江府有一顶桥叫水鸭桥发球，平白10倍，46人杀去。这顶桥有情分明，为啥叫酒后里向吹扬天下名菜，叫四山龙？乾隆皇帝了慕名而来。第一次我讲头，皇帝是41岁，大几年子追得清。16岁，到松江府吃四山龙，就少扑一个空。为啥？天气热，厅里向四山龙做不到。第二天一早，到水鸭桥，处处冒日风，
口口牙尖，毫无风色日，吹高气爽。叫丢定好一只小小叫个盲人，路一帮推开，走出来一个盲姥姥。可是头戴大挑背，上颚上脚，大鸡笼往鸡当一个糙米，往鸡一口，欧都生在古董颜色皮肤，魔力追问，50多岁三样手手。对于朗向走里，孙朗下马来不都塞裤子，叫朗向擦脚，摸金草，水里向找一扎来，来里向到啥抽好，四草盖好，鱼跳不掉鱼，我不是跳舞的是张张亮400。我说，局长，各位看看还有啥子？你这个鱼是什么鱼？这个你松冈特产四山龙，在往里向底下你对我讲现在没的，技巧来得早，至于是上浪下鱼。局长，这个鱼我要了。看过不嘛个，不嘛个，大概现在做不上。比较少，不以稀为贵，家里要带这个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律。局长，不管你多少分银一条，我要了，不还价。大哥，不嘛个不应该已经听得起，把他听对后，不他不能搞钱，一个人讲道理啊。一共是8条，咱们远道而来，能不能卖给这一条，让我尝尝？皇帝谁是谁的？但你牛上2马一条不我你可拿？发马，可不马不来一条，我性命送他半条。马一条他性命不出境，此话真假？每年有很多老年人因白内障而失明。视力减退、模糊、重影、黑影、眩光，都是白内障的症状。白内障看不清，沙普艾斯滴眼睛。白内障是首位致盲原因，早发现早治疗。沙普艾斯预防治疗白内障，治白内障选对药，选好药，选沙普艾斯，要坚持滴哦。好视力，好生活。沙普艾斯。知蜂堂活性蜂王浆，全程冷冻，活性好，是公认的长寿因子，适合易疲劳者服用。知蜂堂蜂王浆，早晚各一杯，白天精神好，晚上睡得香。2014知蜂堂春季改善睡眠养生计划已全面启动，即日起，凡有意改善睡眠质量的市民朋友，至苏州知蜂堂各门店即可参加免费体验活动。活动详询6777-9500-6531-8586。节能环保，家用电器不要让它长时间处于待机状态，像一般家庭所用的设备待机能耗加在一起，相当于长开一支30至50瓦的长明灯。虽然音乐恢复游戏，自家的免疫功能，那么我推荐中国知名商品中科灵芝孢子油。对放疗、化疗后的患者，中科灵芝孢子油能提高患者免疫功能，减轻患者体质虚弱、疲乏无力、食欲下降等状况。在4月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期间，团购中科灵芝孢子粉、中科艾特仅需6折，团购中科灵芝孢子油仅需6.6折。现在就拨打65160709。你要觉得是。平台这个窗口平台知音的朋友，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苏州电视上周一6特别节目14浪的平台。那么今朝呢，再另外请来这个嘉宾于三良来做客，三良欢迎。大家好，观众朋友大家好。非常荣幸啊，作为这个14浪的平台的嘉宾，带大家一道来欣赏你平台当中的美食节目。那么继续来进入今朝的节目。
谢良，我帮你合作也蛮多年数，是吧？对。哎呀，12年呀，10来年的。10来年噻。对。但是我觉着你一直发比，帮其他合作差不多。那有啥秘诀？为啥办事能够办事搿大海个青春活力呢？难道我讲个闲话讲脱是伐？本来是没来个。搿么继续讲。退了呢？有啥秘诀？哎呀。那当然，其他心态啊、健身啊、打扮啊、爱好啊等等，我在夫妻周开。我想在针对你今朝搿个节目，我讲一点就请出来。哦，啥个就请？那比如讲吃物事啊，吃红肉或是吃白肉。吃红肉或是吃白肉。吃4两摊个或是吃2两摊个。哦。吃2两摊个或是吃5百摊个。哦。这个是有吃水里向有个。哦，水里有个，比方鱼啊、虾了啥个。一定要吃肉个少，尽量是吃鱼肉。吃鱼肉，先两年讲在鱼肉。你说的最有名的搿个点鱼是啥？松翅桂。你晓得你啥个来历？那个他也请教一下了。也不够大。你接来了。我晓得搿松翅桂鱼是哪哈来的？帮乾隆皇帝有关。搿个辰光呢，乾隆皇帝六下江南，对，在带你所在来的。那么你来广告，那么路过松花岭呢，你在进去子。进去子呢，你头就觉得在蛮牛的。那么看到公桌浪向有一点鱼。搿点鱼呢，其实归因了是公鱼，公主拉香公的制品。你讲我吃鱼，我吃一点鱼。心里想你是搿客人了，是个宾客之上了。对。葛么总归也满足这个要求了。葛么是3桌再弄搿点鱼，那么弄个队呢，做成像烂水一样。甚至呢，这个反过来切成一袋花，那么再移了，鱼里做了，这个做坏的，再弄翻个。搿种饭糕，煎一煎来烤，里向能咬的菜，酸甜可口。那么乾隆皇帝吃这个灵，搿点鱼菜，搿点是啥个鱼？我说你像松翅一样，搿点是松翅桂鱼。哦，松翅桂鱼真的灵，谁知他名字呀？所以王老师个话是比还是，那搿个对客人好。对，你这样点公平，你客人半夜吃哇，啥不难吃？宾客之上嘛，对，不像现在有种店家，可是不良抢哪样？店面浪向这个装修的富丽堂皇，对客人还是蛮客气，不晓得店压里向全部规定的必然拿3费。哦，说最低3费是少个的？说有最低3费个，他本身半夜2000块，吃满个店，吃满来半夜店来，还有种还不良抢个，4大食物不许吃。还有啥个4大最食也开瓶费。所以不良抢，我跟你讲，不良抢在啥个地步？跟你天有一趟朋友骑车，那么有个女同志呢，刚刚了到个3人扶乳期，跟到旁边哇3头哭，3头哭嘛，离开做身体去遇到，搿个正常的。对。不晓得你遇到辰光上来个服务员呀，服务员呢？一个女服务员对说：“那位女士，对不起，您不能在这边喂奶。”那我遇到那不需啊，一共3人哺乳期很正常哦。对不起，您可以喂奶，但是您这个属于外带饮料要开瓶费的。哪个地方3人遇到介绍也开瓶费？这样的才所以爱吃不忘点苦。那为一种了4大食物不得食奶，不爱吃。那么奶有单是个正常就有单吃。过日天隔壁只单身菜得不要弄。还是搿个规定，你到自家倒个饮料，2瓶饮料，2瓶可乐泡，打开正要吃，服务员上来讲，先生，你们这个是自带饮料，不能吃的，不爱吃啊。自带饮料不能吃，对的，搿2朋友结棍的，那好，老张，那。我搿瓶饮料来吃，那搿瓶饮料我吃。我不是自带的，不是自带，是别人带的。我是别人带的，我是他的饮料。你那个条款里没有写，你只写自带饮料不得入内。你没有写他的饮料我不能吃，别错了，差不了不有了，爱错人不忘点苦。那么先两该说那个海鲜先呢，我最近拿微信上看大个，你讲国家最新规定着吃鲜不忘点苦，其中有一点就是吃鲜。餐厅的最低消费，对，拿下来没最低消费对，还是海鲜。你是讲一个必然人讲消费，第二个产生不必要的浪费，是不是？所以讲，你刚刚前头讲的是过去的店家像搿个松翅桂鱼，你是讲对客人好，反而形成自家一道招牌菜。是个。但是你非讲，皇帝，那当然你到生活里不晓得你是皇帝，但是还有个地方，搿个皇帝去买物事，会得当回票。
哦，黄鸡毛么是会当外片，居然会得发麻不了哩？不可能吧？但是不是让你收罪。哦，那啥地方呀？还是乾隆皇帝下江头。哦。那么当时有一个上海人不了，上海搿种。下班的第一个天，所以我身材画一画，跟门面长一长，一面马地气，一面马佛章。今阳刚名嘴，君子有几十磅。一插蓝纹龙脊呀，加一本饭里上一行。3个月，银子34万8两，我个大郎公司名气响得哗啦啦。你看我身上那松的呀都亮呀。现在芝麻故事的杨国有里向第一个饭友呀！什么的？阿公比较哎，这故事先亮。原来水浒浪向没个嘛？没个，水浒传了，哪怕你14个水浒里向，本来分庭勾改，这个叫穿越。再来应该。对。穿越剧。所以讲呢，不管你是穿越个，还是本来原著浪向有，还是没个，总之一句闲话呢，开店做生意，特别是餐饮浪向，一定要有特色，一定要有招牌个菜。有特色才有生命力。我会都赶过来吃那个只菜，那个是第一。那么我赶过来之后呢，第二要服务态度好。对个。不是和气生财。有道理。或者讲服务态度好子，人家会得办事规则，一来就想得那个打。对个。那你想，我现在从山上山翻，态度蛮好个。那我再欢喜吃一样物事，前头讲到武大郎是卖大饼的，对。但是我再欢喜吃个，在随便那想不得。你再欢喜吃个嘛？5不对。5次，你不是讲水上有个嘛？水里有个了，水里有个呢，我是建议大家这样吃，但是我真正再欢喜吃个是聚菜饼。不是正餐，搿是点心了。点心了哇。我呢出去那个，譬如讲来叫我店，我先想着就是聚菜。那么你单位门口这个龙塘口啊，有一个北方来个很好一对夫妻，做聚菜饼的，喷香，一直要排队的。所以我习惯着，我这个车子开到搿面呢，因为龙塘口了比较赶快发下来着。我是让他落单工，车窗摇下来，车子停，还发烧好的。我是带整个老板一只这头烟，一只饼。烟就是一只饼。对。今朝我呢，特别我了海，胃口好了。我是对是2只这头烟。一两只饼。你最起码是2只饼拿过来的。不晓得我搿个几年已经习惯着。不晓得搿个一天开过呀，不来海着。哪会的？门站出来也不来海。我觉得有点奇怪，一打听这个呢，你走起7日歇至4日天，等到第5日的我边车子开过一看哟，也来海着。但是呢，我当时到惠州去不做生意的了，所以搿日天早上我是吃班子，我吃得蛮班子嘛，非吃聚菜饼的。所以我呢，路过辰光分定下来，就车窗摇下来，大概老板睡爷睡着开始忙着。结果我到办公室里电脑打开，刚刚坐下来，一看说晚饭吃。介绍时看见这个板后，导致个老板当，本进来这个啥气啊？我讲那，哎呦，袁先生，那你好，我讲那行哦，是啊，那给你，我讲啥么子？你一张马卡的，伢吃铺打开了一口，5只聚菜饼，我讲你干嘛？哎呀，袁先生，不是你要5个韭菜饼吗？我讲我上午要5只聚菜饼，你刚刚车窗摇下来，对我手扬，5个指头摇一下呢，我以为你要5个韭菜饼。你让你胃口好嘞。我当你大山后，我当你有只狗人，你当时要5只聚菜饼，所以那种是态度好。像我属于一直记来的。对，人家讲起来忙生不是忙熟嘛。你几日天不看见我，为天机里，为当天到罗达去的，那种生意做得好的，对，一回一去。有回来看着嘛个。那么还有一种店家呢，随时不灵，我从今往后不会得再打个饭店。这场出去钓鱼，一家门出去钓鱼呢，风景好。这个流连忘返了，辰光挨着，等到想着吃中饭一看，哎呦，不灵，2点多是。
两天都没一进去嘛，去吃饭吧，大家讲弄讲了。对。我老板吃饭，哎呀，辰光还热啊，不在你等你问不菜热，我看随便烧。要不一只菜分一个。你想是一想，这样吧，各位也没来着，聚菜炒鸡蛋。咦，真中小，来得真开我，我是最欢喜吃聚菜啊。对啊。聚餐我讲炒鸡蛋，可是你所有个男的，我相信电视机啦、门前看节目的听众，男的才特别欢喜吃。我饭个了，我饭得不得了，根本没哈。一只聚餐炒鸡蛋，点下去，一些功夫上来，耶，我那一看搬来搬去，只有聚餐，没鸡蛋，哦，奇怪着，弄错他咋？我飞去锅里水吃吧，倒闭实在，我聚餐嘛在想，那一块5斤起来10袋纸玻璃。有不对？哪有不对？对而不语。哎呀妈，这放椅子。那么个好子。那边你过来，哎，那，你哪能讲的？你要骗人我，多少地方骗你讲？你刚聚餐炒鸡蛋，自个，哎，鸡蛋呢？鸡蛋，这个骗